咱三个来祈祷。天父天阮的主，阮感谢你。今仔日是神的主日，上时嘛是2月份的最后一个主日，也拄拄好是阮台湾纪念228要紧的日子。愿上帝你会怜悯看顾，互早前台湾伫历史上遮侪受苦受难，因为侪事来互家庭破碎的因素，拢会当伫主你的怜悯保守的中间来撤销。也恳求上帝你通互阮透过信仰去明白，阮需要追求公义甲怜悯。恳求主，你也安慰伫淡水教会有遭受到228事件的家庭，无论因是毋是已经袂记忆，或者是已经放下，阮拢求上帝你亲自保守，互因拢通伫主你的看顾中间，会当快乐，有盼望伫每一天来领受主的祝福。天父上帝，今仔日是大降节、大斋祭期的第2主日，阮求上帝你引带带领，会当互阮每一个兄弟姊妹，会当伫大斋祭期的第2主日，有缘通过悔改来去明白上帝你要丰富阮的生命。阮将这事摆咧伫主你的手中，也愿上帝亲自怜悯看顾，有信心来拍开阮的心，将主你的话语放伫阮的心中，来成做阮的帮助。阮安尼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圣主名求，阿门。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主，咱伫时间咧过真紧，咱伫拜五元宵已经结束，嘛代表咱台湾人的习惯中间已经一个年完成，然后要进入到新的生活。恳求上帝来引带帮助，互咱每一个兄弟姊妹拢通平安顺遂。今仔日伫大斋祭期的第2主日，要做伙透过马可福音书第8章31节到38节的经文，来甲所有兄弟姊妹做伙分享甲勉励。我想咱再一次来复习，伫大斋祭期，咱需要有搁较侪祈祷，有搁较侪需要禁食的操练，嘛透过搁较侪分享，来互咱的生命来得到丰富。所以伫大斋祭期，咱的讲台会用知识来做一个上灯，嘛是咧甲咱提醒，这个知识是咧邀请咱倒来到伫信仰的中间来悔改，互咱会当活转来向上帝。所以伫咱的教会中间，伫大斋祭期这40日，咱的讲台也只有伫下礼拜，也就是伫第4主日，咱才会恢复来插花，来因为安尼来代表讲，咱伫这段时间通过警醒来互相伫信仰的中间来提醒，来帮助咱的生命。我想伫今仔日的经文，咱通看见到，当耶稣来互彼得认出伊是基督的时阵，耶稣总共有3次来讲起着伊爱去受苦甲死，伊个讲话。这有言拢是咧表示，无十字架就无有荣耀的事实。所以耶稣甲受难甲死，看做是有意义的事。也因为安尼，耶稣顺服伫天父上帝的旨意，参与伫上帝救赎人的计划。所以伫大斋祭期的信息，伫今仔日就是要来提醒咱，爱举起咱的十字架，来放下家己，而且来悔改，还向上帝。
所以悔改的英文真趣味，叫做 repentance。迄个意思就是向后转。咱若达波有做过兵，就知影讲单兵基本教练有一个动作叫做向后转，爱往面对上帝。所以咱伫今仔日要分享的大圣，无需邀请咱做伙来看今仔日的金句，咱做伙来读今仔日的金句，来成做咱的帮赞。台语甲华语咱拢读两遍，台语先上来。若有人爱缀我，就着看无家己，举伊的十字架来缀我。好，再来一遍来。若有人爱缀我，就着看无家己，举伊的十字架来缀我。好，华语我们一起来念经。如果有人要跟从我，就得舍弃自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再一次。如果有人要跟从我，就得舍弃自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咱手头若有圣经的兄弟，无需要请咱做伙来看今仔日的记载。伫马可福音书第8章31节到38节。拄则马利基书所带咱共读的经文，看起着耶稣伊来有言。伊会面对着长老头、祭司、经学教师的气杀，所以伊会面对着受难、死、甲搁活的这个过程。伫今仔日个圣经的记载中间，其实来延续伫马可福音书第8章27节到30节的记载。彼得真做是一个真要紧的角色。因为彼得伊认为讲，耶稣讲的这个话拢是较夸张、较夸大，所以伊认为讲我为着爱体贴耶稣，所以袂使互耶稣去做即种无意义的事。咱会当看起着讲，彼得虽然伊认出耶稣是基督，却是彼得的人脉是真有限，是无够额。因为伊甲耶稣当作那亲像是大笔迄款军事有权力的弥赛亚，但是耶稣伊参与伫上帝的计划中间，伊是一个人子的弥赛亚，是需要参与伫上帝的受苦、死、搁活的这个过程内底。所以咱看起着耶稣伫这个中间，就来责备彼得。来甲彼得讲，伊是撒旦摕去我的后面，因为你所想的毋是上帝的事，是人的事。会当看起着讲，彼得伫即中间，虽然伊体贴耶稣，却是伊的表现是来阻挡耶稣去执行上帝的旨意，嘛有可能因为安尼，整个救赎的计划无法度来实现。所以责备彼得是撒旦，表示这是破坏上帝对人的疼。所以伫这个过程的中间，咱看见着耶稣甲彼得之间对着弥赛亚的身份甲使命有无共款的人物。所以耶稣就伫这中间来进行教导，特别耶稣来提起，军队我的人爱举起家己的十字架。伫即句话，咱看起着耶稣邀请咱来去思考，爱对我的人就爱看无家己，举伊的十字架来对我。这个过程嘛是咧提醒咱要真正得到的是啥物物件。做一个耶稣的军队者，也就是耶稣的门徒，爱去认真思考，性命应该是看无家己。所以，对于35节开始，耶稣一连串的教导，咱通看起着伫最后，耶稣伊来讲起着第38节，掠我甲我的话做见效的，人子用白的荧光甲这会圣的天灾来的时，也要掠伊做见效。咱通看起着自私的人。无法度放杀家己的人，天父上帝
嘛无法度去接受伊。所以伫即中间，咱会当互咱做一个思想，也就是自私甲十字架是徛对立面。自私的人要夹十字架，是一个真辛苦的事。若是安尼，天父上帝太会去接纳自私的人。所以简单来讲，耶稣伫遮嘛咧甲咱提醒，我跟对天父上帝。当恁遮做学生的来跟对我的时阵，恁就爱为着福音的缘故，来将家己的性命来付出，因为安尼才有法度得到有意义的性命。所以伫投影幕的顶面，牧师才有一句话来甲咱大家做伙分享：摆上生命的人，才可以得到生命；摆上生命的人，你才可以得到有意义的生命。所以伫今仔日耶稣有言受害死甲搁活，就是咧互咱明白，弥赛亚需要顺服伫上帝的心意，经历受苦死搁活的经过。跟对耶稣的门徒也需要参与伫即款的过程中间。所以伫今仔日的经文，我想咱重新做一个明白，也就是人子。弥赛亚的身份甲侍奉，甲苦难是无法度分开，所以门徒嘛爱伫即个苦难的中间有参与，甚至爱接受即个苦难，因为安尼是代表对耶稣的认同。但是即款的人，伫耶稣过来的时阵，一定会参与伫将来的荣耀中间。所以伫今仔日的圣经，特别咱要甲重点放伫35节，因为伫今仔日的圣经，若对35节到38节至少会当拆4个主题出来。但是因为咱礼拜的时间，牧师先讲其中一个主题，也就是第35节，因为十字架是要甲咱提醒人甲基督相拄的一个结果。这个十字架是要来甲咱提醒。旧的性命要因为耶稣来过去，要赢至新的性命。所以人甲基督的相拄，伫即个十字架顶面，咱通看见着迄个谦卑。所以人伫谦卑的态度，爱表现出对上帝的顺服，来拒绝自我的中心。所以彼得今仔日，互咱看见着讲。彼得不愿意摆上自己的生命，所以他表现出拒绝跟随耶稣的时候，又怎么能够说他是爱上帝的人？所以唔愿意跟对耶稣的人，要来表现讲，要证明讲，伊是疼上帝，迄是无可能的代志。所以进一步来讲，要付出家己的性命，要摆上生命。就是爱付出代价。什么叫做付出代价？伫今仔日的经文中间，互咱看见着一个真要紧的事，就是爱看无家己，爱看无家己。伫圣经学者咧解说这段经文的时阵，来讲起着35节到38节。希腊文的圣经有4个因为，每一个转折，每一个因为都有不同的主题。但是第35节，要互咱看见着，今仔日要讲生命。这个生命是要互咱去思想地上的生命和真实的生命是啥款。简单来讲，什么叫做地上的生命？地上的生命所代表的是家己肉体的私欲，甲世界理想所追求、想要掠掉的物件。但是真实的生命是有意义的生命。所以神学家马丁路德，伊来提起着放杀家己、看无家己，会当讲是互上帝来带路。所以马丁路德咧甲咱提醒，
咱做一个跟对耶稣的人，爱亲像痴迷的人同款，互上帝甲咱带，来完全顺服伫上帝，互上帝的话甲圣神来成做咱的教导。看见着彼得，咱会当看见着伊的生命有无共款的变化。今仔日的彼得，互耶稣责备伊是撒旦，甚至这个彼得，也就是耶稣受掠迄当阵有3遍毋认主的彼得。但是这个彼得，伊开始明白，看见着过我耶稣了后，耶稣甲问讲：你爱我赢过这拢总的一切吗？伊才开始去明白，迄个看无家己举十字架是啥物意思。互耶稣呼召出来的人，煞因为耶稣的受苦，煞走转去家己在重新掠鱼，伫遐做讨海人。但是过我耶稣互彼得看见着讲，原来得到有意义的生命是遮尔丰富，遮尔要紧。所以伫使徒行传，咱通看见伫第10章，彼得开始学习怎样放下家己，进入到伫外邦人的中间，去到伫哥尼流的家伫遐传福音，甚至奉耶稣基督的名甲因行洗礼。咱看见着这个彼得伫使徒行传15章，伊看无家己举十字架，伫使徒甲长老的面前，伫遐来信用告别，伫遐清楚来坚固外邦信徒的信仰。所以听讲，伫咱教会这个历史以外，咱讲耶稣听讲彼得到后来，伊嘛遭受到甲耶稣同款的刑罚。但是迄当阵彼得讲，我不配甲我的老师同款钉伫十字架，所以伊掠倒头来钉伫十字架顶。各位兄弟姊妹，我想伫今仔日个圣经节，当耶稣第一次预言伊受难死，佮我伫即中间来呼召门徒看无家己爱举十字架跟对伊的时阵，彼得无明白对耶稣会当有啥物款的得着，伊嘛毋知影会付出啥物款的代价，但是伊的生命的转变，通互咱看见着一个放下家己、看无家己举十字架跟对耶稣的人，伊的生命是丰富。也因为安尼，彼得来成做要紧的学生。我想伫今仔日个圣经节内底，帮助咱去思想，跟对耶稣的即条道路是一条苦路。这条苦路通互咱看见着人的生命，却因为跟对耶稣有改变，跟对耶稣生命有更较丰富。这是一条通往永远我生命的一条路。所以，如果咱若将今仔日的圣经节放伫35节，包括甲34节做伙看的时阵，其实咧，甲咱提醒一项事。咱要举起这支十字架，要通亲像彼得同款，生命会当得到转变，也就是你的生命、你的主权，你要交互啥物人？你的生命、你的主权，你要交互啥物人？也就是咧提醒咱爱伫咱的生命中间，互咱会当完全顺服伫上帝。会当伫上帝的旨意中间，原主的旨意来执行。咱伫即个拜五，
甲即个拜六，伫南部的教会准备要庆祝马雅国医生来伫台湾所做真侪要紧的事工的活动，因为伫即个拜五甲拜六，南部的教会要纪念马雅国医生过身100周年。我想咱做一个长老教会的会友，特别咱伫北部，除了认捌马街以外，马雅国医生是咱更较需要爱去认捌，因为长老教会伫台湾，伫1865年，若无马雅国医生来到伫台湾做医疗宣教，就无后壁的李修牧师。就无后壁的巴克利牧师，或者是包括甘伟林牧师。马国医生来到伫台湾，伊伫台南一个所在叫做看西街的即个所在来设一个医馆。迄当阵听讲马国医生足厉害，伊毋是捌喙齿，伊是看目睭。所以，伊咧帮人看目睭，帮咱早前遮的祖先咧看白内障，或者是讲这目睭一寡病症的时阵，真有帮助。但是因为安尼，即间西医馆愈开愈大间，人煞愈来愈活过来，嘛，互当时的汉医来目孔测。所以伫迄中间，遮个汉医就来攻击、造谣，讲遮西医的医生、遮个外国人唬人的心肝做药丸。所以为什么因的药仔较有效，就是因为做即个代志。所以马国医生伫看西街开医馆，互人牵石头，互人互汉医安尼攻击。所以伊真忍耐，伊真艰苦，按算要去到伫当时叫做打狗，也就是即摆高雄的所在，伫遐甲英国领事馆遮的东华万百德医生伫遐做伙组织，伫遐来看做医疗宣教。但是当伊心情上界低落、挫折、艰苦的时阵，伫迄当阵，伊来认捌到一个对英格兰来的一个水手，叫做毕奇林。这个毕奇林是一个嘛会当讲是一个探险家。马国医生听起着讲，伊要去到伫台南有一个所在叫做公仔南，也就是即马南华佐镇迄个所在。所以马国医生就讲：安尼，我对你来去遐看卖呢。无的确伫山区遮的病埔会比伫本地遮有剃头的遮的本地人会更较优胜，嘛无的确。所以马国医生就到伫即个公仔南的所在，到伫公仔南的即个区域。遮个村民，包括遮个村长，大家拢真客气，嘛真热情来甲因招呼。结果遮个北部的百姓对着马国医生真坦白来甲因讲，阮就是烦啊！多谢你来看阮，阮真欢喜。所以马国医生伫遐感觉讲，伫山区遮个原住民有真热情的接待，所以对公仔南到伫博马。也就是佐镇即个所在的时阵，遮佐镇人看见着马国医生来，会当讲非常的欢迎，欢迎甲讲，恁爱即摆还来甲阮看，因为恁是阮的亲情，阮毋是属于迄个有剃头的中国人啊，阮是恁的亲情。为什么恁离开阮遮尔久，到阮目睭花
到阮已经年老的时阵，恁才转来甲阮看，阮的红毛亲情，为什么恁到即马才来？我常常读到这段历史的时阵，我拢会去想，这张相片看起来，马国医生是一个真 gentleman 的一个英国人，但是伊面对着困难，面对着挫折的时阵，当遮的爸母族的原住民来甲伊讲起着红毛亲情的时阵，迄款的感受，若有一日我有机会甲马国医生相拄的时阵，我会甲问，你的感受是啥物款？我想买一咱若有机会拄着马国医生，咱还来甲问一下，这做阵人。红毛亲情这句话，敢毋就是一个温暖甲接纳？红毛亲情这句话，敢毋就是今仔日的圣经咧，甲咱讲，为着我甲福音的缘故，付出性命的，才会当得到真正的性命。感谢主！我想通过这款的故事，嘛是互咱来提醒。才会宣教师举起因的十字架，就亲像今仔日38节的经文讲，耶稣基督要因为安尼掠伊做荣耀。伫今仔日的圣经嘛是咧，互咱重新来伫大灾节气做伙思考。咱要做伙思考举起十字架的即个邀请。是要互咱会当伫生命的中间来悔改，会当来放下家己，来跟对耶稣基督。约伯记讲的信仰，你为什么要有这个信仰？是因为这个信仰会当互你有啥物代价吗？我想伫大灾节期，牧师特别甲即句话来，互咱大家做伙来思考。无十字架就无荣耀。圣经互咱看见着耶稣，互咱明白，无十字架就无荣耀。我想伫今年，咱的教会准备会召开临时的会员好会，来选中职。我要邀请咱做伙来想。既然信仰是一条苦路，咱所选的中职是要举十字架来得荣耀，或者是要延续个人甲家族的荣耀，无要举十字架。咱做伙来思想，嘛，互咱会当重新去想。当咱的会友若认同耶稣基督的邀请，看无家己举十字架的时阵，咱的教会的确会当对人的思想甲方式行出来，来丰富咱的教会，来领受丰富的稳定。愿上帝来加做咱的帮助。十字架是一条苦路。当咱要看无家己举十字架跟对耶稣的时阵，爱记住，咱的性命、咱的主权，互上帝来做主。最后，我要邀请咱做伙来吟一首圣诗，圣诗379首，圣诗379首。特别伫第20个歌词真有意思，咱请导演无。先帮我转过来伫379首的第20个歌词。第20个歌词，伊讲：
早我牵条世间安乐得意，当我愿放逐项专心找你。谨慎祈祷无离，哪久为哪听你，哪久为哪听你。咱用这首圣诗，互相来勉励，互相来提醒。愿我为哪听你，对第1节吟到第4节来吟全首。愿我为哪听你，咱大声来吟。愿我为哪听你，我主祈祷，为了祈祷谦卑，求你赐福。我心欢求无你，哪久为哪听你，为哪听你，为哪听你。早我弃掉世间安乐的意，那我愿放逐项专心找你。虔诚祈祷无离，哪久为哪听你，为哪听你，为哪听你。世间虽有坎坷，有阮烦恼，既然有主坎坷，欢喜何乐？我最近是无你，哪久为哪听你，为哪听你，为哪听你。第4节大声。咱做伙宣告。做伙来祈祷，希望听阮的主愿感谢你。就咱亲像拄则咱所吟的圣诗，愿我为哪听你，哪久会哪听你。虽然也是一条苦路，却是阮确实，当阮的性命主权来交予上帝的时阵，阮会当得到有意义的人生。愿上帝亲自帮助，也带领阮，会当互阮对家己愿意面对上帝，跟对耶稣来行这条苦路，通互阮领受永远活的快乐，嘛通得到主的接纳。阮安尼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圣主名求，阿门。